看中华梨林的柳子高农地重划案，今仔公所搁再开说明会，有将近100个地主参加哦。反对的地主是批评政府乌想作业，也毋过公所是强调讲，已经有70%的地主拢已经签同意书了，目前嘛已经在规划会继续来推动。赞成甲反对的民众原做伙，一人一句拢无爱让。中华关林林柳仔高农地中划案，公所初日透早伫保安宫举办说明会，几若位地主先就会议的地点起冲突。这已经原始当半的农地中划案高达争议不断，有地主唔愿加入中划，认为政府硬要冲农地。首先就是我的耕种面积变小，然后我的收成就会变少，然后土地他们一直在讲说会升值。可是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我那个地是要种，我不是要卖。不过赞成中划地主讲，有一寡农地无农路，机器出入无方便，佮加上无排水的设施，常常淹水，建议政府加速中划时长。咱的芳田机要去到咱的田呢，大部分的人嘛是要借人的田行过，没有排水，干那大沟的水淹入来，咱的水排袂出去，把这个水路规划出来，咱就免去靠运气。为什么咱要来推动这个物件？柳仔高农地中划总面积有98公顷，牵涉到370位地主。针对反对派批评官方乌想作业，伫议员调查时企图拐骗农民。立林镇公所表示，有70%的地主拢签同意书，而且是当地民众反映有需求，官方只是徛伫协助办理的平台角色。还是会继续持续下去的，因为一个土地的完整性，你不可能因为说他不要，然后每个人都一直抽掉的话，你这个没有办法做一个整块这个农路水路一个规划的话，也不会达到说农地重划的他当初他立法宗旨的一个美意啦。这场说明会吵未煞，不过镇公所强调，柳高农地中划案尊重多数决，目前已经进入升级的规划阶段，会按照流程推动，未来嘛向民众说明工程状况，一切公开透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